係啊，同埋佢呢個波嘅甩咗即係線，新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之前咧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。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啊反輸1-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阻礙視線，最緊要口盡調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，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！哇，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，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安永佳1-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開。